那讲到1984年，台湾伫咧在共一年的时间，就发生3件严重的炭坑崩山甲爆炸意外。今日有一阵炭工开记者会，因是呼吁经济部应该公开事当时的事故原因，佮当时5亿的善款到底是用伫倒位，嘛针对炭工的职业病提供更较好的医疗照护。想恭请我们赖总统在6月20号参与我们那天晚上的晚会。经过炭灾生存落来老炭工，邀请炭工之主总统赖清德来参加20个海山抗灾40周年纪念晚会。因为土炭是早期的主要能源，也是战略物资。老炭工找到伫学者甲国民团体陪伴之下，向政府发声，要求清楚公布1984年3大抗灾的发生原因。因为迄时阵6月发生的海山矿灾，造成74人死亡；过来梅山矿灾也造成103人死亡；年底海一炭灾也有93人死亡。现在如果要抗争，剩下不到应该30个人，所以再经过5年，可能剩下我们2个人可能也就不在了，也就没有人抗争了。社会大众要给矿灾跟矿工遗孀的家属的这个善款，可是最后到底他流到哪里去？老炭工向政府提出诉求，希望经济部公开3大矿灾发生的原因，呼吁监察院重启调查5亿善款的流向，佮希望政府应该对炭工林慧静职业病提供医疗照护。省建设厅还有包括台湾省矿务局。这个监督还是有所不周，所以说当时都是用记大过跟记过申诫还有调职的方式来处理。职业伤病的医师要特别去询问他的职业病史。那如果说他过去是曾经担任过矿工的话，那要积极的来协助他们向劳动部这一边的职业伤病保险这边去争取他们的保险权益。对重启调查的诉求，监察院表示，若相关的人过来定情，会依照规定办理。总统府是爱等收到邀请会等相关的资料了后，过来评估处理。目前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